歡迎收睇doTerra業務小知識。呢一個頻道應該係暫時唯一一個用廣東話講解業務嘅頻道。如果內容可以幫到大家，大家就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按埋個小鈴鐺啦。Let's go！今日同大家分享下點解持續分享吸納新夥伴係咁重要。第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可以攞到20% 快速獎金。夥伴跟你一齊去做，你就有機會攞到10% 或者5% 嘅快速獎金噶啦。咁呢個獎金呢，喺doTerra事業開始嘅時候係非常之重要嘅噃。第二個原因就係保持 PGV（Personal Growth Volume） 個人成長業績，咁確保自己可以收到呢，有資格咧攞到呢個3次方嘅激勵獎金噶。咁能夠完成到2層3次方獎金嘅要求，其實一個月可以額外揾到3000蚊，咁作為額外收入都非常之唔錯噶。第三個原因就係保持 TGV 啦 （Team Growth Volume） 團隊成長業績。呢個令到你可以咧收足我哋嘅太陽系獎金嘅喎。咁太陽系獎金喺doTerra事業成長之後呢，一個最主要嘅獎金來源。第四個原因呢，就係一個顧客銷售獎金。咁專着至到黃金級嘅會員介紹新人入會，其實就會攞到呢份獎金噶啦。咁有大約1500蚊左右啦。咁如果你係即使係送100 PV 嘅產品俾一個新朋友叫佢入會，咁扣除翻呢個成本呢，都仲有錢落袋噶。咁最後個原因就係作為團隊嘅榜樣啦。咁用實際行動呢，去讓而家同你一齊發展緊嘅夥伴呢知道咧，持續分享吸納新人係絕對可能嘅，亦都好值得去做。咁佢哋先至會有呢個發展嘅方向啦，同埋個信心嘅。咁所以話呢，持續入新人係咪好有價值呢？咁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啦，下次再見。